暑假到啊，为了让青年学生有一个健康储备的假期，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办理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分为各小组甲各高中组两个梯次。各小组的活动就伫咧8月11到12两天登场，为小朋友安排了真侪丰富的内容，并邀请南台科技大学资讯传播系老师黄琼怡以及巨汉商业念社郭聪南两位名师来授课。分别教导元宇宙、虚拟偶像制作，以及商业微距念等课程。穿戴动捕中的人做什么动作，虚拟网红就会做什么动作，所以我们可以跳舞啊，可以 say hello 啊，甚至你要后班都可以哈。格线就这个东西，它在里面要把它打开，格线。对，去设定里面。除了认识元宇宙以及微距念，主办单位嘛教导学生如何为主播中。仪态也安排小朋友亲自上台体验做记者甲主播。大家好，我是苏君伟，我是林冠佑，我是陈品，我是王妍珍，我叫陈佩琪。欢迎收看8月12日星期五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邀请台南市30位学生一起到双子星大楼参与2天的课程，丰富有趣。谢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宜娟，我是杨志勇，我是巫淑华，我是杨春祥。我们再会。新世代主播夏令营课程内容趣味，而且还会当展现自信，活动受到真侪家长以及小朋友的喜爱，甚至还有学生已经连续2天报名，这次还带了妹妹做伙参加。你这是第几次来？我是第2次来，然后我在这里学到说要如何当主播，然后主播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然后那个仪态是要怎样，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要邀请我的妹妹也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有学到就是要怎么拍照，然后还有当主播的条件。这2天的课程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就是一些新闻的事情啊，了解比以前懂得还多一点这样。你觉得什么地方最有趣？我觉得那个照相的、那个录影的地方最有趣。2天的课程，和参与的学员拢收获满满。主办单位也特别为小朋友安排了假日典礼，由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副理罗启俊颁发假日证书。罗启俊表示，这次课程真丰富多元，希望大家拢算了欢喜，也欢迎大家明年继续来报名主播夏令营活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